伫咱台湾这块土地生活的族群真多，所以语言嘛真多。不过，佫发挥2030年双语国家这个政策讲的双语，煞是华语加英语，引起侪学者不满。台湾语文学会就批评国发会根本就无了解母语的价值，或政府就爱退回草案，甲语言学者做伙建议母语政策，甲要断种的本土语言终究回来。因为台湾南岛语言的区域性最高基比的差别最大。那语言差别越大，表示讲这些语言的人在这里住的时间最久。强调台湾被国际认定是南岛语言的起源地，在咧地理、文化甲语言有绝对的多元性甲历史价值。台湾南岛语言研究之父李仁奎教授，烦恼2030年政府要杀双语国家，会致使承载文化甲历史的语言流失了更较紧。这是咱的真重要的文化财，那消失掉了，咱台湾是已经是无什么特色。除了南岛语言，去互 UNESCO 联合国国科文组织定做是濒危语言第3级的台语，也同款面临短暂的危机。台湾语文学会甲语言传播相关的学者，希望国家收回双语国家政策，改以多语台湾、英语优先为目标。其实国发会的主事者他是不太了解语言政策的。520之后，我们文化部长换人了。好，那5月28号呢，苏院长就把这个东西退回文化部。那文化部从此以后就假装没这件事哈，所以我们现在并没有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这件事，相反的，我们有了一个很奇怪的中心，叫双语国家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一个跨部会一个单位吼，来统筹吼，来规划咱规个台湾的国家的语言的政策。经费呢，嘛爱遐做一个整体的分配。过去台湾语言政策的错误，致使语言断根。民间团体希望政府这届赶紧回头，唔好搁再糊涂，简单注重英语，颠倒好无语路愈行愈退步。工作的时阵也要求政府就要紧甲双语国家发展中心设置条例草案提登去行政院，甲国家语言发展中心的设置草案列入去研议。记者阿敏金曾派文台北报道。